恭守上帝的话，提摩太后书4章第1节到第8节。伫个圣经的246页，迄是咱来看头前的投影，咱斗阵来读。我伫上帝的面前，甲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为着伊会显现甲伊的国来吩咐恁，着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着专务伊，用百般的宽容、假释来责备、警戒、劝勉。因为时日要到，人要用稳端正的假释，要耳康上，爱听侪先生，照家己的需要，搁活头听真理，去无影的话，独独你凡事着节制，忍受艰苦，行传福音的工，来尽你的职分，因为当我的会得做决定，我过时的期到啦。我已经真正好的真正，已经真跑走的路站，已经受所信的道理，打了后，会免留甲我避办迄日。就是主最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若互我，也要互见若羡慕伊显现的人。以上是咱今仔日的圣经节，愿上帝赐福互听伊话、照伊话来行的人。接续咱请曾牧师来为咱讲道，伊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是。爱慕主的显现，咱请曾牧师。现在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甲伫遮学习。看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诚侪最大的帮助甲祝福。你的话，互阮行踏伫人生的这条路，会当看见你更较大的作为。不但伫阮的身上，也伫四周围，阮只为着因祈祷、传讲、因带甲带领的证人。当然，只是要对你的话，三个还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提摩太前后书的作者是耶稣基督心中的奴仆保罗。有关使徒保罗的记事。以及伊甲提摩太的关系，林牧师已经伫头前有详细介绍过，所以牧师都无要搁再伫遮来分享来加讲。今日牧师小可介绍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目的甲重点。提摩太后书是一位老牧者写予伊所关心的年轻牧者有关如何来牧养教会的一封的书信，这是前书。前书大约是写伫即个主后64年甲65年的期间。迄时保罗拄啊伫那罗马的监狱拄啊互讨放出来。伫第4摆传道旅行的中间，伊停留伫即个马其顿的时所写的。这是前书。后书咧。大约伫主后67年，保罗伫传道旅途的中间，突然间佫受逮捕，佫再度被关入去罗马的监狱。这个时，伊家己知伊的时间已经无多，就伫监狱内底写批，互当时伫幼所教会牧会的提摩太，交代几项的重要事项。所以提摩太后书是。通讲保罗最后是啥物的？顶悬写啥物的？遗言对，最后的一本书信咱爱知影所以这本书信的重要
兄弟姊妹，请问你敢捌写过遗言无？如果咱若知影，咱活伫这个世间里已经剩无剩无几工吼。请问你搁要怎样伫遮来交代咧？如果今日牧师若要互你一个功课，请你爱写一封的什么遗书？请问你会写有啥物人咧？你搁会怎样来写咧？你会如何看待家己这一生的？这一生怎样咧？搁有倒一寡代志，是你感觉非常的重要，认为非常的重要，必须要好好伫遐来交代清楚咧。伊顶日牧师去参加6月初6拜四，参加一个立法委员吴春成，你敢知影啥物人无？你以前的哥哥伊伫遐分享即个壮世代甲教会即个工作，伫遮听了牧师非常的感动。吴立伟伊讲伊本来是一个真自闭是毋是真自闭你敢知影啥物叫自闭无？关起来无爱甲人无爱甲人讲话的人30岁就已经得到癌症。当时会当讲癌症，免讲当时啦，即摆若无药医啦生命随时就会结束。将面对死亡的迫切感，反倒呢激励伊要做啥物来记录伊这一生，并毋是白白来到这个世间伫遐来白来一趟迄种的感觉。所以伫遮勇敢伫遐来创业，感谢上帝，可以当行到60岁。如果开始来思考，60岁了后就只敢会当退休，然后等待死亡的临到吗？所以吴春成兄弟一直毋甘心所以对圣经看到什么样？阿伯拉罕几岁？75岁，回应上帝呼召，伊离开本乡本土老爸的家伫遐着上帝所要祝福伊的地去。摩西80岁，伫遐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加勒咧85岁，对约书亚讲：“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也是怎样。求你将耶和华迄日应允我的即个山地互我。”咱对这圣经的伟大人物的形象，咱直接看起年纪，并毋是啥物，并毋是问题。你是愿意，也是无愿意来回应上帝呼召，这是上重要。也因为安尼生，伊讲伊决定要回应上帝呼召，伊创办这个壮世代协会，好有更加侪人好好运用第三人生。这是好60岁到90岁，但迄天我听志成长老咧讲，55岁就开始啊啦在地班伊的生命活出更加有价值、意义，更加丰盛精彩人生。所以牧师伫遮非常的配合这个吴春成兄弟，伊就像一个传教者一样，伫遐世地咧宣扬壮世代的理念，期待互更加侪人拥有着充实、精彩、无遗憾的人生。迄个关键点吴春成兄弟伊安尼认为讲，就是伫迄个30岁，伊得到癌，行过生命山谷，互伊更加会晓珍惜这个生命，疼惜这个时间。兄弟姊妹，使徒保罗伊伫监狱的中间，伊知影家己要回归天家的时阵已经到，伊伫遐思思念念所挂念的上帝的教诲，伊劝勉提摩太爱做一个无见效的工人，来重新传福音，牧养教诲。也因为安尼是提摩太后书的重点，就是如何做上帝无见效的工人。这毋是一条真简单的路，总是保罗伊如何对信仰的中间，成做一个好的模样，互提摩太有效法学习的对象。那呢，
究竟保罗要如何对信仰的中间找出人生上重要的价值观，和一生甘愿为了这项努力袂煞咧？牧师认为，今日新眼光查经的主题，爱慕主的显现，爱慕主的显现，直接激励保罗一生努力甲坚持。现在咱就要通过提摩太后书4章1节甲8节，咱直接同齐来反省思想。你不要主耶稣这么多年，咱的信仰究竟是爱慕上帝显现的，也是爱慕这个世间顺探家己的欲望呢？上来先，咱来看激励保罗信心坚定、勇敢面对艰难环境，上重要的信念就是爱慕主的显现。兄弟姊妹，咱唔通袂记。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伊最后一封的书信，第4章更加是伊留伫世间最后的一段话。这是一个徛伫死亡面前的人。咱睇当时这个皇宫的这个皇帝叫做什么人？尼禄。伊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可怕的方式来折磨忠心的基督徒。这是保罗伊非常的清楚的。总是伫遮，咱并无看见保罗有一点点的惊吓、悲愤、论呢，还是安那恐慌等等的情绪。反倒呢，对书信的中间又流露出来是种爱慕，是种期待已经真久，最后啦要得到什么？得到渴望，就是主的荣光显现的时。咱当对第1节甲第8节去了解，所以主的显现就是什么？就是主的国来，主的国度就是天国。这两个对基督徒来讲，拢是极其极其重要，也是严重的一种试验。这种试验，因为生命咱当主耶稣过来时，伊要审判活人甲死人，信徒也是毋信的，拢爱面对最后的审判。兄弟姊妹，有审判表明什么？有奖赏加什么？加刑罚。因为生命是爱高效的，咱拢必须伫上帝的面前交代清楚交代这一生。你到底是活出什么款的生命呢？兄弟姊妹，如果咱清楚知影上帝是是需要高效的，那呢，咱敢会当伫遐好好多多来过咱的一生呢？请问你是爱慕主的显现，还是惊吓主的显现呢？这咱在求上帝帮助咱在随时准备好来迎接主的显现。那你对今仔日开始。就互咱每一天拢会当活出什么？活出有信、有愿望、有仁爱，充实美好、佮有意义的人生，好不？好，愿上帝祝福咱。那呢，保罗只教导提摩太如何做一个无见效的工人，佮活出什么？活出充实美好、佮有意义的每一天呢？这只有几项，甲咱三个来分享。头一项就是什么？无论时机如何，都要专心传道。其实咱教会非常重要的是就是爱传道理、传福音。伫圣经安尼记载讲，我伫上帝面前，提摩太后书4章1节甲2节，我伫上帝面前，甲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为着伊的显现甲伊的国来，吩咐恁。就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专务伊，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劝勉。兄弟姊妹，请问这一生，互你将学得袂记的代志，到底是什么呢？保罗伊伫遮讲，伊永远无法度袂记的，就是伫前往大马色的路上见到耶稣，国外的主，伊对尾下落来见到
国外的主耶稣，这个看见，将伊这样非常安尼，迄个固执强的个性，这种叫做天然的性命，甲宗教侍奉的内面，热心伫这个犹太教的种观念、信仰，甲种迄种的安，迄种的低调的，甲扭出来，互伊成做耶稣基督的什么人？囚犯，所以叫耶稣基督甲掠下去，变做耶稣基督的囚犯犯人。甲是伊是啥物？有罪的人，伊过去压迫伫害死什么人？基督徒。所以保罗到死拢无法度袂记即件改变伊性命、反转伊性命伊人生的代志。伫大马士路上，伊拄着国外的主耶稣，真做保罗伊人生上重要，也是最宝贵的代志。伊将一生的时间，拢用来咧宣传国外的主耶稣甲上帝国度。也因为安尼是，当伊要对提摩太最后的反悔时，伊所想到的，这毋是个人的什么的事托，的交代。你是伫将来要审判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想到主耶稣要过来，甲主的国度阁要显现，伊必须安尼交托束缚即个属灵的继承人，无论伫任何的境遇下面，都要尽忠伫主所交托，特别这5项的交托的内容。毋敢是互提摩太，也是互所有咱遮的为着福音伫遮要宣扬的人。后一项伫遮讲着传道理第2项呢，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专无伊，随时准备好坚持到落尾。第3讲责备人。第四项就警戒人，第5项就什么？劝勉人。因为咱正伫咧甲什么人交战？撒旦，咱是甲撒旦伫遮咧交战。为着这要抢什么？抢灵魂呢？要这灵魂拢得着救，这宝贵灵魂是主耶稣用伊宝血所赎回，所以袂当我我流入去落入去这个撒旦的手中。这亲爱姊妹。咱知影传道是需要什么？百般的忍耐恁敢知影？其实牧师参加这个中职的训练内底这个叶牧师叶启祥牧师，伊讲因教会做小组，其实教会做小组内底，因的小组上大的建议什么？恁敢知影？是基督徒家己完全的改变。讲为啥翁歹信主？你看啥翁是安怎歹信主？伊某足坚强的，伫信仰上足坚强的，所以要叫翁来紧信主，用安尼无效啦。你知查某人有一个真特别的迄个，他的柔性，伊的柔性足重要。伊讲一项讲，因会有一个改变，安怎？变做用塞奶我想这点迄个阿万这上高，真正呢，毋捌用过方法，伊安尼塞奶甲因先生讲几句话塞奶讲，因翁讲安怎？无你今日是怕有毛病你今日是安怎？发生啥物代志安尼？都开始有一个 special， 甲然后呢，经过几啊摆，某会改变，翁顺安怎？想感动呢，就马上决志信耶稣。这毋是讲坚强的信仰，我就是你安怎有时爱有咱一个真柔软的方法，伫抢救这条灵魂。所以传道为着要抢救这条灵魂，是需要百般的忍耐，对啥物？改变咱家己，改变咱家己。因为伫这个末世，咱知影真理是真奥的，互人接受的呢。真理是非常互人学的接受，当别人无想要听，甚至
无耐烦，总是咱有爱种圣经的什么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持续上帝来祈祷，等待上好的机会。所以一只创办这个英国一个创办这个孤儿院，拥有超过1万以上的孤儿的，叫丘穆勒牧师。伊讲伊一世人为着5个朋友来祈祷，因为伊迫切的祈祷，伊的朋友一个信主，终于到最后佫2个无信主，所以穆勒到伊退休伊讲伊为着这朋友5个朋友祈祷，拢总最后52年的中间2个无信主。所以呢，虽然这2个无信主，总是伫穆勒牧师伊最后一摆迄个退休的讲道，这2个朋友拢来参加。其中呢，一人听了穆勒牧师伊的信息了伫遐感动悔改，伫遐信主。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咧，讲伫伊最后告别式参与伊一场的告别式了后，伊也信主。为什么？当伊知着讲，伊即个好朋友为着伊50几年来，为着伊迫切祈祷，爱伊悔改，接受耶稣。这位朋友，伊最后信主了后，伊军队了即个福音报道会，伫遐英国全国伫遐轮回，伫遐来讲穆勒牧师的祈祷，拢完全得到上帝应允。我就是啥物？我就是最后的啥物应允？伫遐来做见证，无放弃的祈祷，拯救一条的灵魂。所以上帝不断用这个灵魂来做工，所以兄弟姊妹，咱来迫切祈祷，持守到落尾，千万唔通因为上帝无马上的应允伫遐来灰心，伫遐停止了咱的祈祷。第2项，用伫遐谨慎忍耐，正确牧养，因为时日要到，人要用稳端正的教示，要耳孔上，爱听做先生照家己的私欲，搁滑头唔爱听真理，去无影的话，独你凡事着节制，忍受艰苦，行传福音的工，来真理的职分。提摩太后书4章30到50，时日要到，也唔单单表示啥物，表示讲特别来临，也表示讲将来的情景可能会搁更加恶化。所以伫遐讲顺正的道理是啥物？是保罗伫即个教牧书信中间做一摆采用的方法的讲法，伊直接用来甲即个假师傅所传的即个言教，伫遐3对上，意思讲，保罗甲提摩太所传福音真理，既然是真实无假，佫是有利益伫人的灵性健康的，总是因为人的耳孔上有了一种病态的欲望，欢喜听即个神奇的物件，结果咧，一方面有利益即个灵魂健康的教示，伫遐对厌烦烦杂；另外一方面咧，佫顺趁家己的情欲，加添一寡师傅，意思讲欢喜听遐讲家己所欢喜听的话，已经满足家己的幻想，甲好奇心，或者的假师傅的教示，这是一好对咱来讲是实在非常可悲的代志。即咱今仔真侪人好的无爱听，拢要听遐个咩？歹。我定咧讲遐有诶无诶，大家拢足爱听诶吼。最近咱电视拢听讲八卦，你有听到无？恁是毋是感觉足趣味啊？大家都即块拢受吸引去。啥物叫八卦？敢无真实诶代志？
包括是真侪拢无真实的代志，有小可有类似有，但是大部分拢无真实爱足水利。这兄弟姊妹，人的天性就是喜新厌旧厌旧啦欢喜听这个新鲜的、新奇的，道理听多就感觉烦。人到大声耳孔不爱听真多，然后咧，才偏向这个幻妙幻妙这个这个言语，所以防备这个异端邪说上好的方法，就是互上帝纯正的话所充满。如果咱开启心来听上帝的话，伫圣神的光照中间，每一日拢是新的，都新的眼光，新的亮光。当时呢，咱知影忠言逆耳，总是保罗伫遮勉励提摩太，也勉励所有遮传福音的人。不管世界人爱听，也是无爱听。拢在谨慎忍耐忠心伫这个忠心职守，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人。所以伫上帝家内完全爱尽忠，因为上帝毋是看咱教会是咩起甲足大间的、足水的足好的足通享受的你是看咱是毋是有忠心尽职伫所交托咱的这个事工的顶面，这是第二项。第三项，甘心被灌电是得胜得奖赏的时阵。提摩太后书4章60到80讲，因为当我的火在做灌电，我计时的期到啦，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进跑走的路站，已经守所信的道理。打了有义的免流，甲我备办下地，就自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毋若互我，也要互见恨无伊显现的人。当时的保罗抑阁被关伫倒位？罗马的监狱呢，而且已经被这尼禄皇帝判死刑，什么死刑？斩首的死刑。无偌久就要就要执行。所以保罗去伫遮呢讲因为当我的火要做灌电，我计时会期到啦。咱知影即个灌电即个词真有意义，真有意思，真深。咱知影旧约时代，即个献祭时，除了献牛羊以外，阁爱加上即个素祭。素祭就是面即个面甲即个油做成的饼，阁有啥物酒？酒就是即个灌电无献祭时最后一个啥物天数酒是最后一个天数都爱将酒倒伫顶面互所献的祭就管芳对吧？咱拢有煮过麻油鸡，烧酒鸡啦，有无？有足芳的无？咱就知影即个芳就即个就称作什么灌电保罗讲，我现在被灌电，用即个来宣告，毋是尼禄王尼禄即个皇帝赐我的性命，乃是我家己甘心为了主的真道来献出我的性命，就好像芳芳的祭共样，芳芳的灌电共样。兄姊妹，而且保罗非常的清楚甲详实，无有人会当处伊的性命，对于什么样？上帝所允准，因为性命的主权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上帝应允，那么上帝允准，无一件代志会临到伫伊的身上，包括死亡。请问，咱对性命的主权的认知，是毋是甲保罗同一样呢？如果咱若相信性命的主权是在于上帝，那呢，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迄是抵挡，迄是战争，那么上帝的主权。那么上帝所允准的，无一项代志会临到伫咱的身上，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保罗讲，我计时会期到啦，哦，我计时会期到啦，啊，咱遮计时的原文是啥物？哦，即个准备安那要走的时阵起锚，对无？哦，爱讲帐篷安那要收的时阵安那拔营，也是讲偷放，可见计时并不是消灭，乃是安那，佫行上了一个新的道路，要去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听兄姊妹，人生有一条路，无人会当安那片面的路，就是死无的路。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死无呢？保罗伊知影家己的死已经到啊，总以伊回顾伊的一生，充满着喜乐甲平安，因为伊这一生拢伫遐呐，为着信仰来做见证。基督的信仰，互伊呐有这个得胜的愿望。伊知影伊的人生因有耶稣基督，就呐就这个得胜的人生，兄姊妹。叫做愿望，就是赢过死亡。咱知死亡并袂当消灭基督徒，因为基督是要得到永远活的什么喜乐。所以一个无基督的人，死亡是伊最大的灾厄。所以人因为惊吓死亡，所以伫遐拒绝死亡。所以你捌基督的人，计时就是什么？就是前往一个新的所在，是会当甲基督同在的所在。迄时啊，好得甲水无比的所在。所以，只当保罗伊讲，我已经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是指伊若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伊已经真跑走的路站，是讲伊若像一个坚持到底这运动员，已经守所信的道理，讲到伊是一个传扬美好价值观的传道者，所以保罗用这几项的身份，伫遮咧勉励家己。这三个任务伊拢完成啊，已经为了主打这个水果好的见证已经完成啊。为了主跑走迄条应该跑走的路，同时也为了主忠心传道到死，所以这一生伊拢无迄个遗憾啊！这样姊妹，每一个爱慕主显现的基督徒，也拢有三重的任务，必须要尽职的。这头前是啥物？参与是啥物？参与是属灵的征战。第二项就安那，奔跑属天的道路。第三项就係啥物？持守咱这条所信的信仰。因为遐日时，当咱放落各项的重担，趁伊会容易伫遐残累因为缠绕互咱感觉足忝的，即个咱的即个啥物？即个罪，咱全心忍耐，奔跑迄个带伫咱头前的路程，这是咱基督徒非常重要。保罗讲，打了有义的免流，甲我避办下地，上帝。互咱的免流，是咱人最大的什么？最大的荣光，兄姊妹。世上一切荣光，不过是像浮云共样，真紧就消失。生不带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独独上帝的听，也是讲上帝为了听伊的人所准备的这荣光，这是真实佮永远的。迄是只有伫基督内面，才会当得到所应允上大的荣光。虽然咱免流是互什么人？互迄个得胜者、得胜者。免流是要办互这个得胜者，伫比赛中得胜的，伫竞争中得胜的，伫苦难中得胜的。求上帝帮助咱，就迄个摆伫咱面前，迄个水果好的目标，咱不断向前来迈进。譬如咱所信的信仰，向前来迈进。亲爱的姊妹，人活伫这个世间上，生命有目标是非常的重要。你的人生要如何？还是讲为何要伫遮来努力呢？所以找到正确方向甲目标，
才会当互咱生命上水、上好的价值甲意义。有一个40外岁吼，的青年人啊，伫咧厝内伫安那啃老。恁兜敢有？若无咱来感谢主呢？这是我拄着一个吼，40岁个伫咧厝内咧啃老，啊，老母小我甲念一寡吼，甲念者，啊，我你也去找头路嘛，去工作嘛，就真受伊讲，那呢我去死死的好啊。咱做时段听到咱的感受怎样？咱前过一个新闻吼，讲到资深艺人即个低音孙鹏24岁独生囝。孙安卓那搁伫泰国啊那，呼大麻私传什么民宅吼，所以爸母若为着这啦真头壳疼。即个囡仔散甲存敢若存钱共款吼，人生无目标啊，所以就系列伫安那捣蛋。所以咱知影，一个毋知影将家己的性命放伫大路的人，伊的人生是安那？伊安那摆烂，伊的人生，伊的性命是无聊到那想要去死吼。所以保罗只讲，我已经真正好的真正。伊虽然有软弱，有失败，总是伊毋是一个失败者，因为靠着迄个听我的主已经得胜到有剩，伊也已经真跑走的路站。人生的路虽然真艰难。有时真艰苦、孤长，总是一刻安那无灰心退后，伊乃是继续目标啊，伫安那直直跑走。因为安那带伫头前的奖赏甲喜乐、阳光甲冕旒，是达底安那因努力伫安那跑走的。所信的道已经安那收掉的。虽然咱有时安那会偏离吼，会偏离的可能，但是安那。因为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信心甲听心，并带伫内面的什么圣神，安然会当收掉咱，互咱伫偏的时安那，会当那，会当搁行倒转来，行伫这条正路的顶面。因为所信的主必定要保全直到迄日，打了后，有伊的免流为着咱，为着你，为着我，必办下地。凡是爱无主显现的人，也要按照这个人生的目标来迈进，努力过了，你都袂搁再有啥物，都遗憾啊，都袂过了搁有遗憾。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看伊家己甲世界的有限，愿意按照这个永远的目标伫遐那来奔跑，来迈进。当咱较无主的显现，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是生也是死，咱要看见迄个水阁好的价值，互咱较无做显现的人，吼，伫遐来得到人生阁较水、阁较好、阁较精彩。所以一句讲，生命怎样不留白，会记得无？咱的生命毋是安那，要白白伫遮来吼活着，都是爱有公义、阳光的冕旒，为着咱。必办下地，这是咱做基督徒，伫遮努力、伫遮宣扬、伫遮坚持到落尾上重要。愿上帝祝福咱，伫咱一生的路站，拢会当持守到落尾，领受上帝最大的福分。不但伫咱，是咱的后代世世代代拢得到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当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上下是主安知，伫你的话顶，保罗真正是一位真好、阁真水的导师，而且咧引传、可靠甲帮衬，特别伊伫伊的生命中经验着最的苦，这种苦有时生命的苦，有时是身躯的苦，有时是人对伊的苦，总伊会当坚持靠落尾，也徛在你主。你所爱伊徛在的王的面前，来透露伊信仰上水的迄一面，也留予真水的模样，伫阮每项的中间。主，阮感谢你，搁一摆透过伊的话，阮伫遐三个勉励，
会当坚固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信心，会当持守到落尾，领受你更较大的福分，对担到永远，不但伫阮，也伫阮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每一位的身上。拜一拜伫你面前，用感恩的心拜列祈祷，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